西半部在落大水雨。台南、高雄拢有露出灾情。台南的安南区就有车路凹一坑，大约有2米宽。若高雄的公山甲人武嘛有物件互风扇甲倒去，而且佫造成失电，加载无人受伤。永嘉规个起起，吊伫电缆线顶悬，早起高雄透大风。人武北湖社区，这栋徛家当日时间，永嘉是去互风扇起起。电箱啊，这支电报桥迄边安尼悬空安尼尔，没倒塌啊。倒下来了，就像我这样，但有2个警察在那里。部分的永嘉吊伫电缆线顶悬，附近是断电维修。这2天公山伫办那卡会，袂少返下来遮摆摊啊，真侪档的布棚去互风扇甲规变去。云雨带中的对流性的这个雨跟风影响确实在像是弥陀区啊、左营区、前镇区都有出现8级的强阵风。高雄透大风，咱台南是3日暗时开始落大雨，造成安南区城西街2段我德白港桥迄块里的路出现差不多2公尺宽破坑。差不多昨下晡2点外的时候，就开始大坑小坑一直崩了啊。到下午3、4点的时候，就像充满这个情形啊。那如果就做一个必要的紧急处置就对了。后续施工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一定也赶快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考量。初一过后，气象署针对台南、高雄甲屏东发布大雷公雨的特报。屏东小琉球的民众观测到天顶有一条真高的云，嘛出现上大雨的情形。高雄气象站讲，主要是台湾海峡的南边有一条对流，较会出现明显对流系统，或者是过道雷公雨。按算初二之时台南以南也是会有雨。到初二暗时或者是初3之时才会较好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